520就职前，境外势力动作频频，一下子扩大军演，一下子骇客入侵，影响治安。资讯战是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。希望蔡总统要求的治安工作战，可以找出漏洞，避免骇客再度入侵或造假资讯，影响国安。关于今天早上总统府被害的事件，其实并不意外，因为从我们今年看到3月开始，就有很多的不管是能源或者是医疗，甚至是我们的一些半导体跟电子大企业，其实都会遇到这个治安的攻击。那这一类攻击有一个特色，就是都是属于比较偏向是 APT 这种持续渗透性的攻击。这一类 APT 攻击是目前治安里面最难防御的一种，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性非常针对某一个特定目标，然后骇客去进行的攻击。那我想这当然也跟我们现在疫情期间，中国的很多的骇客可能他没有事情，他防疫在家，那会加强他在这个时间上面，他可能更多的事情投注在这个骇客的攻击上。那我也看到说，其实这一次总统府我们看到流出的这些机密文件，包含说打赖啊，或者是蔡书分章，其实这些很赤裸裸的这些权力的一些相关的在政治上的一些操作，其实都在这样子一个很单纯的治安攻击的事件里面被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高度的可以怀疑说，这样子的一个治安事件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骇客攻击，而是包含了非常恶意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作，甚至也令人怀疑到是520我们在总统就职之前，可能是有一些在对台湾的社会或者民心、对政府不信任上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。那也因为台湾的进步，我们愿意跟世人分享，我们愿意多做贡献，我们把我们的智慧、把我们的成果跟世界来分享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今天我们也高兴了哈，我们今天就说8乐哈，今天有8个0哈，我们也第33天的本土零病例，所以我们说台湾是安全的。不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其实大家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新兴传染病的一个压力，那也感受到人的力量的不足。平常纵使做了再多的准备，可是在碰到这样的新兴传染病的时候，我们似乎永远都准备不足。但是呢，这样的一个病也可以带来我们重新的思考。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创新，那我们加上我们台湾的一个弹性，那有智慧，然后品质，这样串联起来，让社会很多的方面都不断的在进步，把原来基本潜藏在里面的力量也都激发出来。在这样的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运用我们的智慧、创新、弹性，然后加上我们刚才讲设计这样的一个基本，让整个的品质都往上升。人就是这么的可爱，在没有困难的时候，似乎大家过得很愉快。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人的力量就彰显出来，让人就更进步。那尤其在这一次里面，我们跟美国 AIT 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的机会，双方平常可能有一些地方都没有想到，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一起来做。那现在在这样的疫情里面，我们就发现朋友是这么的重要，大家有缺有得有失，但是怎么样互相来补足，让我们更进步更好。那这是我们在这么辛苦的一个防疫的期间，大家也得到非常宝贵的经验，也交到很多宝贵的朋友。那这些都是在防疫的后期，都是未来会带来台湾的进步。那也因为台湾的进步，我们愿意跟世人分享，我们愿意多做贡献，我们把我们的智慧、把我们的成果跟世界来分享，让世界看到台湾，也让世界看到辅仁大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副市长的美言，感谢，请先回座。